試過 AI 一本正經咁同你講啲完全唔存在嘅事實，仲俾埋假來源你。呢個現象咧就叫做 AI 幻覺嘅，即係模型生成睇落好合理，但係其實係錯嘅內容呢。譬如你問 ChatGPT 某個作家寫過咩書，佢可能會作一本根本冇嘅書出嚟。點解會咁？因為大語言模型嘅本質只係預測最有可能嘅下一個字，佢唔係好似搜尋引擎咁去查資料庫揾事實，而係組合統計上最合理嘅字。常見嘅幻覺包括捏造事實，或者編造一啲根本唔存在嘅引用來源，仲有就係虛構人物，甚至係提供一啲已經過時唔準確嘅資訊。想減少幻覺，我哋可以用 RAG 技術俾 AI 查閱真實嘅文件再回答。另外，調低 AI 嘅溫度參數都可以令佢嘅回答變得更加保守同準確。我哋亦可以喺指令度要求 AI 唔識就直接講唔知，表達不確定性。當然，對於重要嘅資訊，自己喐手做交叉驗證、上網查證係非常重要嘅。記住黃金法則，永遠唔好無條件信任 AI 嘅輸出，特別係涉及事實嘅內容。